有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聚焦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後，同大家傾下咧關心係兩隻國際嘅軍事焦點。兩隻國家當先前，一隻到亞洲，一隻到歐洲。一隻係分裂嘅國家，係咪有可能有統一？嗱，一隻統一嘅國家係咪有人想係脫離出去？而你上半場我哋討論是係朝鮮半島嘅南北韓，嗱下半場我哋看咧係西班牙地圖嘅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當然，你要聽到嘅老朋友係中國生鍾嘉秀。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你先對韓國開始看吼。昨晚我哋也談了主題，前兩日看新聞看到，哎呦，南北韓佢哋有17屆普總級別開會講了，兩天要辦奧運嘅事情。唔單止即係開會討論嘅氣氛，從然當好當火咯。你下也講哦，到時節我強下徛了半島去，因為講緊做統一去。啊！佢哋係強下做一隻 ice hockey， 強下來參加比賽。有啲應該講，前部嘅明明金正恩北韓人見到沙比談呢個威脅太大時，因為半島以下嘅氣氛變到暗和平。我想哦，也係3個原因啦。哦，一般來講，吼天時地利人和。哦，也對啊北韓嘅領袖金正恩來講，吼，伊下可以講佢差唔多天時地利同人和。用啊都天時咯，主要就係一下韓國去辦平昌冬奧。哦，一平昌冬奧去辦嘅時候，不管韓國萬人做兩手吼，第一嘅前提一定係要用嘅冬季奧運吼，去平安嘅進行，吼順利嘅結束。嚇，就睇台灣辦世大運共用，嚇不管用嘅世界很多國家嘅選手來到韓國，一定要平安嘅舉行，順利嘅結束。所以呢段時間吼，唯一有可能去阻止、去打落嘅吼，只有一個國家就北韓。所以不管用嘅吼，可以想辦法讓北韓至少一段時間較乖。哦，較和平吼，萬人做兩手就共用。好，你下拄好佢有機會就講吼，不但佢唔會，嚇有可能愛組織、愛搗亂，還愛來參加，還愛來配合。我想任何嘅兩手吼，不管佢過去嘅政治立場怎樣嘅吼，呢段時間只有接受一北韓嘅和平嘅要求。不過，你同時也談到一件事情嚟講，開幕前一日北韓係可以判閱兵嘅。哦，北韓判閱兵吼，而家只要加到私底下已經達到協議，就講不管你判閱兵，然後唔好來阻止，嚇唔好來打亂人哋嘅冬奧吼，其他事情啊就暫無關到。嚇，我想一總嘅政治安排一定有吼。所以人講一天時地利就韓國判一奧運，烏卡爾判喜事，所以不管用，絕對不能同人上漲啊。好，所以一北韓就也絕對嘅機會啊，不但好冇一同上漲，而且我下一同配合。對韓國來講，一種嘅本來面子，我當然冇辦法講去辭車佢嘛。一天呢就地利啦，嚇，一般講天時地利，個地利喺乜個地方咯？就會啊，因為平昌嘅地方嗬，實在到韓國離啊，即係貴嘅南韓咯。不管喺平昌，還係首爾吼，實在離啊北韓嘅軍事嘅力量嘅當權。你講架飛彈，不管係咩佢辦法打到美國，打到隻韓國，絕對係冇問題啦。所以啊，一種情況之下吼，本來任何人做韓國嘅領袖吼，就冇這種戰爭嘅嗰種嘅膽量同決心啦。好，也不能講本一幾千萬國民吼承擔一戰爭嘅風險。哦，所以啊，因為一地理環境太權，哦，佢軍事上韓國當然佢有優勢啦，但係也冇講絕對優勢。好，北韓肯定有相當大嘅力量，所以一旦發生戰爭嘅話，不管用嘅絕對冇講攀乜嘅運通費啊，好，一般嘅經濟成分就不能維持。好，所以一地理好，昨天呢，馬英九韓國嘅總統面對北韓只有忍耐啊，好，只有忍耐。第三咯，就人和啊。好，這麼個人和咯，因為一下韓國都好吼，係一左派嘅領袖啊，好來執政。好，一文在寅總統吼，佢用公政策嘛，係啊，而且作為到韓國來講，所謂嘅左派。好，對台灣來講，依然了解其他國家所謂右派、左派哦。好，到韓國佢都本都當清楚。好，像文在寅嘅左派人吼，好一種嘅民族情感較強。好，主張講好對北韓要較友好，好行到統一。做乜嘅咯？因為啊，佢就知道過去吼，韓國嘅右派嘅政府吼，吼都有美國嘅支持之下，吼都有民主、人權、勞工嘅權益吼影響動態。吼，因此咯，把入美國、
然後把右派政權，把種資本家一種嘅剝削，看作強下，然後呢民族獨立、民族情感。整次有工人勞動者嘅權益，也係變到強下，也係左派，所以有文在寅就會後輩一種左派嘅人，所以佢當然知道要機會特別係科技，一點一可以讓嘅政府唔可以睇多數都有美國嘅約束，對佢哋一種從年輕時候以來嘅一種政治信仰嚟講，係非常嘅符合。我呢一點告訴我請教一下佢講，你冇記唔錯，文在寅佢上任冇幾久，佢又同意川普政府講我要加實定內通，佢沒有種長度，因為呢一件事情也本人批評啊，所以呢一家冇想講佢其實也想咧留美國維持一體嘅好關係。佢個反飛彈嘅系統係安尼，佢已經做出承諾嘅，所有嘅土地等等也已經起好嘅，所以一種承諾，佢畢竟一種重要嘅安全方面佢係咧考慮到韓國根本嘅利益啦。唔假使冇一種嘅國防嘅系統，第二美國冇俾嘅機片，你喺咩韓國出口可以賣？安尼電腦多開錢。第二影響到未來嘅聲音啦。講好嘅事情就可以唔算。唔過佢講好係前總統係朴槿惠講好，唔係嗌人講好啊。但對啦，但係也冇錯，但係國家嘅政策，尤其係國防外交，畢竟連續嘅，所以呢，佢睇下看到講佢對北韓嘅政策，好像同前因差當多啊，也就會一種北韓嘅勝利，表示講唔係外交哦，係內政哦，所以一點嚟講就不管樣嘅，對北韓嘅飛彈嘅威脅，佢不能講早冇看到。係要部署一種嘅實地，就會反飛彈嘅系統。第三，韓國嘅兩頭基層，沙非方就經濟、軍方、政治，基本上右派嘅力量係比較大。主張係你同美國、日本愛和好，然後愛強化國防嘅力量，不能夠昂非常嘅熱情，就講我來統一，統一不管樣嘅經濟嘅負擔狀態。所以一動員都韓國嘅沙非主流啊。兩頭基層係你佔主要，所以不管萬人做總統唔好不敢過度嘅講影響違反一種嘅沙非主流嘅意見、軍方嘅意見，主張完全就和平，完全冇需要國防，看佢也冇安安啦。咁呢兩樣看韓國嘅中央日報，還有佢哋韓國民族新聞都好報道就講到一件事情。禮拜除了運動嘅選手嚟參加，也有一隻樂團嚟表演，咗三次演樂團北韓是建議講本地樂團用行路嘅方式行嚟咧是板門店，因為人哋講板門店頭擺喺美國軍隊佔領嘅所在，係咩北韓深度都較想嘅用按個方式來多少有改善到美國嘅關係，因為你看捱一年做咧經過板門店頭擺人佔領嘅地方，都係北韓禮拜來參加咧運動會，你從各種現象來判斷，佢哋有哪條嘅盤算到地度。第一啦，就會表示講韓國嘅事情朝鮮半島嘅事情係韓國人切解嘅事情，其他外國唔是來插手，包括美國甚至還有中國。冇談到嘛嘅中國當然看到有兩片和合，佢國際上佢一般嚟講有嘛個實體嘅反對啦，但係不管樣嘅北韓同韓國一關係越好，對佢中國嘅依靠就越來越細，佢就冇暗示要講靠中國嚟演出啊保護，所以企喺中國嘅立場，當然看到一種情況，知道未來北韓可能會越來越走開，越來越唔同質化，但係不管樣嘅，佢也不能公開組織講北韓不能和平，兩邊不能夠飛彈，而且你看一南北韓飛彈。中國假設反對嘅話，佢將來人講台灣，有人講同中國主張統一和平嘅飛彈，佢中國咪即刻打即刻災咧？所以中國都一種情況之下，佢當然唔會反對啦。跟美國不管樣嘅你要即係冇戰爭，中國係一件好事情啦。戰爭不管樣嘅後果經濟嘅負擔非常嘅大啊。因此佢不管樣嘅，你看到兩片火候，佢當然也不能夠有乜嘅反對嘅立場。實際上美國可能。一般嚟講，美國嘅民意還有政治領袖
啊，看贊成的人可能8成。哦，因為不管用嘅貨品嘛，運通費嘛，然後北韓假設一段時間冇貨品，不但冇貨品，還愛採取一種嘅武力嘅行為，影響啊運通費。咁對美國嚟講，咩係啲太難題啊！哦，你前面進攻，哦，也唔係咁簡單。哦，冇進攻，肯定佢，哦，都嘅發展嘅武力，哦，都嘅挑釁，也做唔到啊。所以一點嚟講，他個國際嘅力強，點都知道講，哎呀，呢個貨品，哦，總係比戰爭、比衝突較好啦。老師講到美國吼，我拄好聽到記者嘅算外交部長郭務卿啊，提啲先其實講到一件事情，照記者嘅看到嘅現象來斷啊，記者認為講，以下針對北韓加強嘅制裁措施，確實有傷到北韓嘅。我哋呢一點經常有問看，還有一點，李亞拜金正恩，你再看到其他動作吼，審判變到暗樣，咁真嘅係因為制裁也有影響。制裁係咪有影響？哦，一般國際嘅啲專家認為可能冇太影響，有影響，但唔係太影響，因為佢制裁要按多年嘅，我當久嘅嗬，所以唔講一啲咧。因為你阿伯講有新聞講嘛，有船咧對海航去到中國附近本人潛到時講船單人3股屍體2股，造成係因為對北韓餓死嘅，冇地方去潛失咧，坐船嚟出海，結果。是講係咪北韓地度底下太饑荒咧，變到咁嚴重咧？我想也係咩主要原因吼。實在北韓一擺做嘛運用鋪吼，同一從一去年中到年代開始吼，一韓國咧總統文在寅開始佢講啊用年頭嘅名義吼，開始來演出吼來一北韓吼有直接嘅關聯啦。哦，實際人講韓國一點吼，係違反聯合國嘅建議啦。佢出價呢一擺也係啊，你看，佢來參加平昌奧運，佢人講，唔對咧，乜嘅團員啊，來表演呢啲來運動選手，外頭來出錢。你睇韓國很多嘅制裁佢按你出錢，你根本老美國咧政策係衝突嚟嘛。係啊，但係不管用嘅，第一，韓國就講，反正悶咗戰爭啦。也唔想戰爭，韓國實在也想，韓國咧總統可能就問美國總統一句話講：戰爭要把握保護人國家，絕對冇受戰爭嘅影響，可以一腳打贏冇。嘛，解美國輸過韓戰一敗。美國絕對冇辦法做安尼保證，萬人咩冇辦法做安尼保證嘛。我假使做韓國總統啊，就講我當然反對北韓啊，我當然希望要制裁，但係假使有萬人。可以讓人保護人國家免受戰爭咧，又可以馬上解決北韓，嗱絕對通咧。冇人做得保證。冇人做得保證啊！所以，一國之間對一北韓嘅制裁哦，以下看起來，啲韓國七家私底下已經開門咧，已經開門。一點嗬，國際社會特別美國嗬，揸冇看到。然後呢，中國嗬，佢也利用呢啲拍樹拖，就喺台灣啊。最近一條台灣嘅船日本捉到，都嘅運送嘅石油盤也北韓。講係你講係時代下嘅天數北韓。哎呀，一點當然，照理講台灣係已經違反聯合國嘅建議啦。一點台灣嘅新聞當時有報導，但係假設喺到過去喺台灣真係有可能被聯合國制裁哦。因為嗰條船係真係喺台灣啊。不過樣嘅，但係而家看起來韓昌一點點嘛，國際社會並冇特別對一台灣，美國也冇特別對一台灣嘅政府、台灣嘅當局講，你不管樣嘅船人仲要來自於台灣，唔知就違反聯合國建議。我告訴你講，你係拋出頭意思嚟講，係唔係中國佢主導呢件事情？我想可能性非常大，因為台灣一片你講有乜啥人有嗰種實力可以主動講嚟演出，來支持北韓。看莫啥人有嗰種膽量，係嗰種嘅事業喎。我想作為中國嘅一種拍樹拖，中國主也船，用人名義運送東西到北韓。我想一種說法係一個合理嘅判斷啦。但係不管樣嘅，即所以一國安會最近我知道政府嘅國策已經通過一個到台灣當時嘅情況，就會制裁一啲。一啲創傷啊，所以講以及聯合國嘅制裁嚟處罰人家國內嘅創傷一種到台灣幾十年來可能他個談就唔需要談過。大家聲也不愉快。就而且制裁佢係因為唔違反聯合國嘅建議，喺台灣他個睇，聯合國提議乜嘅相關啦。所以可見一件事情當嚴重啦。但係不管樣嘅國際間看起來反應冇咁強烈，冇咁強烈咯。所以看起來就係講對南韓。
一種中國係一種私底下係支持北韓，實際上國之間當然唔會正式地表示肯定，但係不管樣冇戰爭吼，總係一件好事。特別係依下美國咧做川普總統吼，佢咩就任1年。佢就任1年咯，佢不斷地強調係成就樣辦好樣辦好，佢成就之意來自於吼，一年來國之間無形嘅戰爭，無形嘅衝突，而現有嘅戰爭，像個 IS 咪慢慢地咪較大，一韓國不管樣啊，一無戰爭，所以以下來講吼，無戰爭只會維持佢面子嘅當重要嘅情況，佢當然唔會看到一聯合國假設要制裁，逼到一北韓，又必是戰爭，大家都麻煩。對佢哋來講，大家就麻煩，而且本來佢就冇乜嘅喜歡聯合國啦，所以對一種情況就係大家等於縱容啦。縱容北韓咯，就是快些年，但係大家講緊鬧事情，所以就講超萬了。但係對於韓國來講，一般一種平昌冬奧一種嘅和平嘅一種共同拿旗，然後共同參加比賽，表面上當然係現實中不得不按嘅，實際上係有副作用。係啊，乜嘅副作用咯？所以講而家大家看到你就按和啊，按和諧，將來萬一北韓又翻臉。要變面咧，要攞嚟打，係呢要攞嚟威脅吼，幾多時候唔會得到嘅國際支持吼，可能會當大啦。就好像你講台灣，之前講乜航線嘅問題等等，佢啲下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嘅當時話，因為幾乎冇人講，因為唔到過去已經同意佢開一條航線嘅嘛，而且係因為講一條航線嘅改變係呢一種成就啊，兩岸人來往不斷增加係一種成就，唔即刻就因為成就嘅國際社會讓我來支持，當日講法做完全嘅轉變，因為係一種危險，我相信啦。OK， 好，嗱，上半場感謝總教授對朝鮮半島嘅分析講到很清楚。下半場，咱就先前就啲看到，我哋加泰隆人有機會拖佢超高氣，先聊一下人事爭議。轉到討論嘅現場，上半場看到朝鮮半島係咪傳出有團結嘅氣氛之後，來看到對歐洲嘅西班牙連加泰隆尼亞係咪獨立超在起？因為加泰隆尼亞佢哋之前此時期不該議會不議決上嘅嘛？上上年20月選舉以後，結果三名主張要獨立嘅政黨都係多數嘅優勢。你看到明明西班牙政府都唔想看到人哋見到咩獨立嘅事情，結果民意顯示還係老西班牙政府沒有種長途嘅點多，係咪？呢下對西班牙總理來講，有一個真正危機要出來。國際政治嚟講，從經常強調就會實力原則啦，實力同談判，談判要有實力，實力一唔係講馬上就拿出來，還要透過談判。像一擺西班牙佢不准加泰獨立，但係不管實力還係談判有兩件事情，可以講就會失敗。講實力，加泰要獨立，中央政府不准。佢講叫危險。但係你係咪有嗰種強而有力嘅辦法喎？去禁止，讓嗰種主張獨立嘅人知道當痛苦。如果其他辦法係計算人議會啊？但係根本對一般人民嚟講，無關痛癢啊！大家只係知道反感。唔可以有實際嘅影響。佢同時你哋此時期嘅官員，你哋嘅主席啦，不准你轉來，你喺這個歐洲這個比利時去，你轉來還是亂做起來。但係一不過就1、2、3年啦。也就係講冇一種強烈嘅說法，也當然國際上基本上不容許一種做法，但係你看俄國，車臣嘅獨立，佢就派兵去鎮壓。因為呢度國家乜嘅地方獨立，佢就去鎮壓。看很多實力。鎮壓不管對還係唔對，至少鎮壓假設有效，就有辦法把一獨立嘅聲音砸下去。只要冇鎮壓，所以獨立聲音冇可能壓下去。但係另外一方面，佢也冇本嘅利益啦。總嘅嚟講，唔係咧本嘅啲好處，比如講假設願意留喺聯邦、留喺中央，我就本乜嘅好處，希望可以有乜嘅和平嘅可能性，本讓利等等，總係要有實力，要有好處，兩件事情就要有。而家個中央政府西班牙中央政府可以講實力
冇，冇講強硬或用嚟強硬去責佢也冇。你講好處希望佢條繼續留喺西班牙國家也冇，所以大家當然知道講係你堅持係獨立嘅主張啊，就好嘅也冇，軟嘅也冇，硬嘅也冇，所以既然有一種情況，佢當然就繼續下去。因為李下搶佢哋嘅前主席本人同時以後，佢喊對布魯索尼，後面李下擺脫派又轉到議會，又開始掌權以後啊，本李下嘅之前嘅總理普爾嘅蒙蒂有可能多轉到加泰隆尼亞，也係講其實對海外做地下嘅主席，來持續做獨立戰場繼續下去。我想個可能性非常高。做乜嘅？個轉移嘅可能性高，也係佢做地下主席嘅。我想地下主席種當高。做乜咯？因為歐洲啊，佢傳統上個一種各國嘅邊界變化當多，歷史上各國戰爭當多，所以到咗21世紀即係唔好講21世紀啦，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各國普遍尊重保護政治法嘛。一種當多，像喺中國發生六四嘅事件，當然就會法國講要尋求政治庇護就本佢嘛。然後像英國長期同北愛爾蘭係有衝突，北愛爾蘭用一種強迫嘅手法，IRA 用一種強迫嘅手法，但係一個國家並未完全支持英國咯，係你知道 IRA 係政治化嘛？所以英國國內也發生動態嘅一種戰爭嘛，以前有政治犯結社抗議嘅事情咯，所以講。一做一啲加泰嘅主席咯，佢係你完全和平嘅手法主張獨立吧，所以當多國家包含比利時就願意保護佢啊，不願意把佢交俾人家西班牙政府去審判咯。只要歐洲一種民意一種嘅政治嘅氣氛存在而且都有辦法發揮嘅影響力。然後咯，歐盟本身來講對一件事情嘅態度一分歧啊。譬如講東歐國家，東歐國家佢知道。佢不希望被俄羅斯啊啲強權去壓迫，所以對於一種支持獨立嘅主張爭取權益嘅態度較和平。那至於像泰國嚟講，英國、德國、法國可能法國佢都反對啊。反對，但係有冇乜嘅具體嘅辦法吧？一就再講我反對。並唔係講政見非常嘅強硬，所以對一種情況之下。我想歐洲嘅一種資訊要當發達，面子要咪當大，各國之間來往非常嘅方便，所以佢繼續發揮影響力，影響嘅加泰嘅人咯。我想可能性一定存在。我聽人家下告訴講嘅國際上講嘅實力係要談判兩件事情好。因為看到加泰隆尼亞佢經過咧違憲嘅公投，本西班牙政府宣布係違憲嘅公投，不過公投大部分嘅人係支持獨立嘅。個投票嘅人數唔大，天意基本後裔政府講幾三年就支持議會，結果國際上出場反對，尤其告訴我講到美國嘅態度其實也係反對嘅。到底你下加泰隆尼亞係講佢人民嘅意志冇改變，我還係想要獨立，佢殺下來還有哪一條阻礙？佢哋都呢一條路上還有乜嘅選擇？獨立呢一條路？第一，獨立嘅先事情已經判過公投嘅。換句話講，任何地方只要判過一道獨立公投，嗰種獨立嘅生活就一難再轉移。只要講下擺公投乜嘅時候判嘅問題，並唔會講反過來判伊嚟統一公投，係你去廢天過去嘅獨立公投，頂多就講長時間冇太多。但係不管用啊，就係用2-3年開始上漲嘅，唔講真不管用啊，你講恢復過去嗰種情感已經可以講冇可能。對加條嚟講，獨立公投已經判過嘅，表示一種激烈嘅決心已經表出來。所以未來只要一種嘅分裂嘅一種情況，只要越來越強。除非就話家講到中央政府用派兵鎮壓，冇就經濟上同有種種嘅好處拜託啊！我加泰隆尼亞電到呢，佢記得人民叫下度嘅稅，喺本加泰隆尼亞人去本好處本西班牙人錯嘅。所以一種情況之下，就會給獨立嘅意識最強嘅基礎啦。喺日地話靠捱，唔係靠日地話，所以中央政府要靠有種經濟手段行唔通啊！
因為伊喺家庭較富有，去照顧，去支援其他地方，所以啊，政府不可能講啊，其他地方讓利本也做唔到，只有一種條件就減輕人負擔。你講少拿給啲水本重要，你較自由，但係夜安呢，佢咪越來越土啲嘛？係啊，佢點都唔是佢點都越來越冇相關嘅，所以對一種情況之下，可以講佢冇乜嘅太嘅條件，中央冇辦法有乜嘅太條件去阻止，嚇，喺佢各種人民去放棄一種土地嘅主張，越難。所以對一種情況之下啦，只要一拖一拖，我想嗰種土地咧，嗰種意念嗬，我想只會越來越強。係講你。對家庭嘅利益吼，你也關注佢條研究嘅吼，佢條你算佢土地失敗係蠻成功啦吼，一路行來，其他上嘅土地嘅國家，你看魁北克啊，甚至講你自家，你對佢條利益當，你要有乜嘅啟示，你要好多乜嘅。我想啲意識就最重要，嚇意識，唔好土地一種意識就重要。啊，像家庭佢歷史上佢曾經喺一個土地咧。講國家係咧王國或者講邦國啦，就係講佢真實實體嘅土地嘅曾經做過安尼，所以佢人本來就有一種土地嘅意識。而家作為時間嘛一部分時間冇講非常之久，所以對一點嚟講，先有一個土地嘅意識，外頭冇強用。我想也係最基本。第二啊，就係累積自家嘅籌碼，自家嘅實力，讓一種組織土地嘅人冇辦法本事啊。冇辦法講治你性命，安尼法當然就土地嘅基礎就會當強。但係前面嗰種意識係咧當重要，意識確定之後，嗰種嘅力量才能夠不斷嘅養土，變成你嘅籌碼。假設冇嗰種意識力量啊，唔會變再富有，再經濟再好，也唔會變成籌碼。從美國嚟講，講得住經濟安好，但係移民啊，有冇？至少一下我講推一點幫意識，所以各種嘅經濟實力就唔會變成佢土地嘅籌碼。冇講唔當得住，假設土地其他嘅當太貴啦，當得住安法。